歡迎收睇領風一周新聞焦點。我哋為大家準備咗幾則熱門嘅多倫多房地產新聞，仲有樓市資訊，記得睇到最後。安省萬錦市太古廣場旁已建3座高層柏文。萬錦市太古廣場附近計劃起3座高層柏文，提供數百個住宅單位。新樓盤設計現代化，鄰近商場同交通樞紐，位置相當方便。新住宅項目將會為當地樓市提供更多選擇，值得關注。多倫多市中心即將開設全新大型商場。多倫多市中心將迎來一個全新嘅購物商場，會引入超過100個品牌，仲有特色美食區。商場預計年底開幕，唔單止帶動本地經濟，仲會吸引更多遊客消費。呢類大型商場通常會推高周邊樓價，對投資者嚟講係好機會。多倫多警方展開打擊租屋詐騙行動。近年多倫多租屋詐騙案件急升，唔少租客俾咗訂金之後發現中伏。警方提醒大家，簽約前一定要親自睇樓，透過正規渠道租屋，要避免受騙。最重要係選擇可靠平台同業主交易。大多倫多地區電動車充電站擴建計劃。安省政府宣布未來3年內會加建500個電動車充電站，推動綠色交通。呢項計劃除咗有助電動車普及，亦會影響物業價值，尤其對有充電設施嘅樓盤嚟講係一大加分。特朗普新一輪關稅進一步影響加拿大樓市。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對鋼鐵同鋁材加關稅，令加拿大建築成本飆升，特別係高層住宅項目影響最大。鋼材價格已經大幅上漲，開發商表示如果無法控制成本，可能會減慢新樓盤供應。唔止關稅可能令建築成本同日常生活成本上升，就連 TTC 票價亦有新變動。多倫多公車 TTC 因為營運成本上升，計劃加價，每程車費可能增加0.15至0.25加元。疫情後乘客量回升，但收入仍然追唔上開支，票價上漲無疑會加重通勤族負擔，特別係每日都搭 TTC 上下班嘅打工仔。多倫多嘅房貸違約率上升。最近越嚟越多業主因為高利率搞唔掂供樓，加拿大央行利率依然維持高位，令唔少家庭嘅供款壓力爆煲。如果違約率繼續升，銀行有機會收緊貸款政策。多倫多地產局2月份報告嚟到大家最關心嘅樓市資訊。根據最新數據，2025年3月多倫多樓價保持穩定，獨立屋價仍然高企，而共管公寓價格有所回調。市場上雖然有更多房源放盤，但競爭依然激烈。多倫多地產局報告指，2月房屋成交量按年跌 27.4%， 但新掛牌數量升 5.4%， 市場供應有所改善。MLS 房價指數同比跌 1.8%， 平均售價約1084547加元。隨住利率有機會下降，市場信心或會逐步回升。如果你有買樓或者賣樓嘅打算，記得聯絡領風地產，我哋嘅專業團隊幫到你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內容有用，記得讚好、分享同訂閱我們嘅頻道，並開啟小鈴，咁樣就唔會錯過每周最新嘅房產資訊。我們每周5準時更新，感謝你嘅支持，我們下周見。